在《血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一品4境界的前3个境界都有一个大境界，分别是大金刚、大指玄、大天象。原著当中能够进入大境界的人极少，那么这3个大境界和陆地神仙之间谁更强呢？陆地神仙境和飞霜后的仙人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首先就是大金刚境了。所谓的大境界，就是顿悟直入1品后，一步登天却没有境界空泛的副作用，获得境界精髓的称呼。这种境界虽然还在1品3境当中，但比普通的陆地神仙还要强大。就比如金刚境当中独得精髓的白衣和尚李当心。大金刚境的李当心在原著当中是一尊超级高手，曾在自己的恩师龙树圣僧身死北莽之时，以大神通携带半截苍蓝江水，将整个北莽道德宗给淹了。道德宗的神仙麒麟真人也被他给杀死。虽说只是一道分身，但也是陆地神仙级的战力。除此之外，李当心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肉身了。他的金刚体魄当世无人能打破。顾建堂带着自己最强一刀来两禅寺挑战李当心，使出全力都破不开李当心的金刚护体光芒。用李当心自己的话来说，即使是王仙芝都打不动他的防御，能破开他的金刚体魄的，估计只有大后期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邓太阿可是在天门前斩杀了足足81位仙人呐。由此可见，李当心的大金刚有多么的变态，已经远超一般的陆地神仙级强者了。之后就是大指玄境界了。大指玄是指在指玄境当中掌握了指玄秘术的精髓，在秘术上面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这样的指玄所展示出来的指玄秘术威力也可杀一般的陆地神仙。最经典的就是邓太阿在五帝城头击杀赵玄素了。邓太阿在指玄境当中排第1，地位就如同李当心在金刚境一样。指玄第1的他以一手飞剑秘术将陆地神仙境的赵玄素给钉死在五帝城。他的飞剑秘术不仅可以灭掉肉身，就连元神都能钉杀。赵玄素和他对战根本没有一丝还手之力。在指玄境界弱上邓太阿一筹的就是寒雕寺了。寒雕寺被称为陆地神仙之下寒无敌，也是一位大指玄的存在。其实他对上一般的陆地神仙，像是赵玄素这种3教中人也能够轻易的虐杀。而和大金刚和大指玄相比，进入了大天象这个境界的人就有很多。进入这个境界的人，在前期5评能够排进前3。前期的王仙芝就是大天象境界的武夫，他的实力远超一般的陆地神仙。以力正道的他，每个境界都修炼到了极致。除了王仙芝之外，后期的洛阳、徐彦兵这几位能够进入5评前5的大人物，都是大天象境界。杀一般的陆地神仙就和杀鸡一样简单。洛阳曾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的邓太阿一战，当时的邓太阿借了李成钢的剑进入了陆地神仙境，和拓跋菩萨打成了平手。和洛阳一战，两人也在伯仲之间，洛阳只是输了1筹而已。可见武夫大天象境的实力绝对是远超一般的3教陆地神仙的。徐彦兵也曾说过，陆地神仙之下他是无敌的，即使遇上3教圣人正道的陈之豹，他也能1换1将他给杀死。半步5胜的他，只要进入陆地神仙就是另一个王仙芝。不过大天象境也够了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大境界，是因为气运的限制。陆地神仙级别的强者在每个时代都是有限的，一个时代的位置就那么多，有人进入陆地神仙的话，后面的人路就被堵死了。就像独断儒气800年的张圣人，有他在，儒家就很难出现圣人。儒圣境界的轩辕敬成就是因为气运不够，只能拼命进入这个境界，昙花一现。而后来的曹长钦在进入儒圣境界后，也经常受到限制，所以在后期转为霸道。所以这些受气运限制的1品高手们，虽然进不了陆地神仙，但是可以一窥当前境界的大境界，从而拥有超越普通地仙的战斗力。而故事进入后期后，还出现了一个陆地天人境界。其实这个陆地天人境，也就是陆地神仙巅峰，两者之间只是换了一种说法。陆地神仙飞升进入仙界就是天人，留在人间就是陆地神仙，入天门而返就是陆地天人。论境界，天人是要高上一筹的，但是在雪中的设定中，境界从来不是战力的绝对体现。强一点的陆地神仙杀天人也是很简单的，飞升后的仙人掉入人间就成为了敌仙人，此时他们的实力会受到压制，大多数都是在指玄或者天象境界，少部分极强的人物下凡后拥有陆地神仙的实力。徐凤年在钦天监对付下凡的仙人时，当时的仙人中就只有2、3个拥有陆地神仙的实力，其余的大多数都是天象境和指玄境。这也是和气运有关，气运越强，下凡的实力也就越强。就比如徐凤年的真身真武大帝，因为气运极强，所以被他请下凡后，实力远超陆地神仙。天人之上还有一个天人大长生的境界，达到这个境界的全书只有3个人，一个是过天门而不入的吕祖，他是真正的天人大长生境界，在人间已经达到了极限，长生不死。另外2个就是获得天人馈赠的拓跋菩萨和吸收了北凉气运的徐凤年了。这2人只是短暂的进入了天人大长生，一战后气运耗尽，
境界就倒退了回去。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长生，只有吕祖一人达到啊！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